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主，让我会当搁一遍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到双连教会，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的确，咱就亲像是朋友一样，伫主的疼叹内面，咱彼此来三体合。感谢双连教会长期以来对台湾教会广播社你对阮的照顾，也对阮的关心支持、奉献甲带导。愿主继续，互这个正义伫咱中间，请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主万军的上帝，献上阮的感谢。主感谢你，赏赐互阮父母家庭，也有朋友，诚做阮的帮衬。主感谢你，互阮伫圣神引带下面，通来学习，至好朋友就是耶稣。互阮通跟对伊的脚步，这个时阵恳求你，互阮搁一遍，透过着圣经顶面的教示、勉励、提醒，互阮要来学习，诚做是彼此的帮助者。也恳求你，互阮搁一遍，愿意摒空阮家己，只求圣经的真理来到阮的中间。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我用这个三更信主伫下面，甲咱大家做伙，咱来分享，咱要来看见着主耶稣基督的确是咱的至好朋友，也咱要学习伊彼此诚做是至好朋友。首先，咱来看一个问题，是安怎咱敢通好胆讲至好朋友就是耶稣？的确透过着侪的文字、侪记载。拢通互咱看见着耶稣基督，伊为着世间人所做的一切。总是咱来看约翰福音书第15章13节到第15节内面，特别有耶稣基督伊咧勉励学生的时阵咧讲起着，讲人为着朋友要做啥物？要为着朋友来献性命啦！听无比这个更较大的。恁若惊我所命令恁的，就是我的朋友。若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这表示主耶稣基督伊咧讲，伊是为着咱来献性命的，而且佫有一个重点是啥物呢？是主耶稣基督伊是本身的一个主动性，毋是咱去来讨的，是伊家己感受着讲，恁有即款的需要，我特别诚做是你的帮衬，甚至为着恁来献即个性命，即个听才是大，所以通咱来讲喂啊！的确，至好朋友就是耶稣。那安尼，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对咱的一个提醒。咱会通去想起着讲，咱什么是好朋友？咱要定义人，诚做是一个人的好朋友，有真侪无共款的方式的一个定义。总是咱来透过着头拄所读的这个圣经节，我首先要有两个部分，互咱来看，讲安怎是诚做好朋友。第一个部分，咱所看到讲，好朋友是对一个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鼓舞，是不断伫伊上欠缺的时阵，对伊一个鼓励，较毋是伫遐袂情袂着对伊一个道德审判来讲你就是因为什么代志，所以你就是安那，伫遐不断伫遐安尼讲伊所犯的一个错误，所以是一款的一个信心的鼓舞，较毋是道德的审判。所以咱来看今仔日这段圣经节的线接。伫遐落咧讲着，马可福音书第2章第17节，耶稣基督伊搁一遍咧甲咱提醒，伊讲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所以这是表示讲，对遐有欠缺，嘛家己掠做家己是歹人迄种的一个心情的时阵，我要招因来，甲我做伙来坐倒，要互因搁一遍来得到一款的一个赦免。有一句这个古语伊咧讲，伊讲为贫先贫必不贫，为富先富必不富。台语就是讲未上香，你就先掠做家己的上香。那安尼你绝对袂上香。你若未种袂好业，你就掠做家己真好业。安尼你绝对袂好业。咱若将这个字眼给放伫这个时阵，什么是义人，什么是歹人？那你伫主的面头前已经先认家己是迄款的歹人的时阵，那安尼你歹人迄款的歹行为要离你远远。所以主耶稣基督伫遐咧讲迄款的招歹人，嘛，互咱会想起着
讲咱需要是啥？咱需要是彼此之间的迄款的一个被鼓舞，较毋是伫遐对人的一个道德审判。煞接，咱嘛要来看见着讲，好朋友要彼此来做啥物代志，要做安怎来服侍，是伫遐同快乐也同悲伤。所以，咱会当看见着，当伫即个 COVID-19 的疫情的中间，国际甲国际的之间的，一直咧敲找啥物是上好彼此帮衬的一个模式。咱通看见着咱隔壁吼有迄款歹厝边，嘛有好厝边。当咱台湾真欠缺有风社的时阵，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伊伫遐咧讲一句话，讲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所以呢，就安尼点吼，飞机飞来，就有风社就炸来。另外，咱来想一个问题：当日本将即个有风社、将即个疫苗来关乎台湾的时阵，并毋是讲因迄个时阵比咱控制会较健康较好，毋是。总是伊是要表达一款彼此相听相敬的一款的一个精神。所以伫遐，互咱看见讲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这真通假设讲，就是讲彼此同快乐、同欢喜，也彼此同哀伤。罗马人书12章15节，伫遮咧提醒讲：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甲提靠的人三甲来提靠。这就是同理讲伊的一个需要。伫咱箴言内面嘛有特别咧讲起啦，讲你若对伤心的人伫遐咧唱歌吼，就亲像啥呢？就亲像讲吼是冬天咧共烫衫，嘛亲像啥？迄空嘴咧甲压迄个盐吼，安尼表示就是啥？表示讲就是对伤心的人咧唱歌。所以伫遮互咱看起来讲，啥物是款同欢喜？同欢喜同悲伤是的确，你去体会种伊的一个需要。我想起着伫大学时代，我有一个好朋友，伊吼捌饲一只天竺鼠啦吼。有一天，伊去上课，回来的时阵，找无伊只天竺鼠。无偌久，一个白黑的一个朋友就来，就甲伊讲：我甲你讲，我吼有看到你只天竺鼠。伊才欢喜讲：伫什么所在？伊才讲：我甲你讲，我有看到你只天竺鼠吼。去互猫仔咬去，哎呦，时阵真伤心。讲你若是朋友吼，无若讲迄猫仔咧咬天竺鼠时，你嘛甲小可背一下是啥？当迄个代志你回头到尾咧看到好，安尼历历在目。了后时阵来甲讲我甲你讲，我有看到你天竺鼠去互猫仔咬去。这当互咱看见讲，到底什么是一款同理别人的一个需要？今仔日。咱所看这段圣经在咧讲耶稣伊医好一个变衰的人。讲实在，若照圣经顶面，耶稣要医好这变衰的，医好臭耳的，医好袂行路，这无啥物了不起。总是咱来看，一开始这个圣经出现一个字眼，通互咱知影讲，耶稣基督所咧做这代志，伊真做是一个叫做行动的福音啦。伊要做这代志，但是咱来看一开始所咧写。写讲过几落日，耶稣搁入加百农是安怎？搁一遍入到加百农。咱若对马可福音书第1章开始咧写，就讲到耶稣出来，伊开始传道理，然后咧有真侪医治的代志。总是伫遐咱看见着耶稣吼，叫做吼较低调一煞，先退出，嘛互每一个人去思考，讲到底人需要是啥物？然后咱就看到遮有咧写一字讲吼，伊就讲道理互因听。相信有真侪人伫遐要亲像要看耶稣基督伫遐变魔术啦，无你嘛甲变看卖咧，佮带一个人来时阵吼，要甲医好好，甲点落的时阵，伊就变啥物款的状况？你看讲道理互因听，我要医好这代志，但是呢，是要互恁明白一个道理。煞接咱就来看这伫遮。讲变衰若会行，臭耳会听，真正是新热。这新热对耶稣来讲，种要改变人的心，才是要紧的代志。然后有一个变衰的，有一个半心不遂的来就近耶稣基督。伊安怎来？半心不遂，哪有法度来？好你加在，伊有好朋友，伊有4位好朋友来跟伊来，然后就发生这个代志啊！人真多啦。人真多，无法度群我，因为头都有写着讲，逐个拢伫遐要看，空地嘛拢满满是人。
但是因着想一个办法，讲无安尼啦，无互咱拆厝顶，然后甲伊种一空，将迄个变碎的、迄个半身不遂的人放咧迄个铺啊，放咧迄个担架安尼看，甲揢落去。真正是危机就是转机，无法度的时阵就想尽一切一个办法。但是咱来看这字眼讲哇，咧拆厝顶，咱来用现代来想象时阵，这实在真困难做到呢。如果今仔日双连教会坐甲满，有一个人想要入来听道理，然后伊蹛淡仔拆厝顶，伊举电钻淡仔哒，毋知要钻偌久才有才了钻一空呢。原来伫迄个时阵，因所徛起的一个方式，楼梯是伫外面，然后咧厝顶毋是讲这什么阿木头、钢筋水泥，无啦，伊是较简单的，是有一款有土然后呢有一寡草咧用的因的这个厝顶是这款的方式。不过咱嘛相信讲，一定伫迄个时阵引起侪人一个真轰动、真感觉掠出真奇怪的代志发生。总是因咧做这个代志。咱来看写到这的时阵，讲一个人要改变的命运，的确因为伊的好朋友为伊所做，才互伊的命运得到一款的一个改变。好朋友要改变你的命运，咱来看卖因自迄个将坡一直到耶稣基督面头前，然后甲种一空，互即个人到伫耶稣基督面头前时，因爱做几个代志，做几个动作。第一，爱当心呢。什么是当心？如果这四位好朋友，一个讲无咱来找耶稣，另外一个讲无咱来找什么人，大家还未做这个行动开始就冤家起来，安尼代志拢免做啊。表示啥？表示讲因爱当心。有一个诗人大文学家叫做托尔斯泰，伊咧讲一句话，伊讲人往往真渴望、真期待改变社会，但是呢，人无期待改变家己。咱若将这个社会改做是教会的时阵，咱通安尼讲，人往往期待会当改变教会，总是人无期待改变咱家己。啥那叫做用耶稣基督心做心，就是咧甲咱讲即款的道理，讲爱当心。然后这，咱要渴望一个代志会当成，可能就是爱谦卑，减在一开始，甲你意见真无共款，嘛是爱顺服正人的一个决定。煞接因爱出力，这个出力的咱可能拢有读册，这个做学生然后咧爱做这个劳动服务的一个经验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做小学生的时阵老师会叫讲来，两个一组搬刀这样搬刀就伫遐的头前那个后壁讲后面的你用力一点好不好？后壁就甲头前讲前面的你出力好不好？结果咧，行到人咧爬楼梯的时阵我放较轻松一丝后边无莫讲，就嘣，爱倒就安尼扔倒落去爱出力，然后咧无计较。既然大家要做伙服侍大家出力无计较，然后搁一项，因爱无放弃。什么叫做无放弃？讲迄人按做无可能无咱来转咱就有尽心就好咱就替出来啦。毋是，既然代志袂使做一半，无放弃，讲无安尼，咱想一个办法厝尾顶遐绝对无人，无咱用这步的，真正互因办到。煞接咱看见就讲伊嘛毋惊负担啦，钢铁厝顶毋免赔爱赔呢，啥物赔？伊早害阮做这代志，因刚安尼讲无，毋惊负担。然后，互咱看见就讲，无惊迄款别人用真奇怪的眼光来看这样代志的时阵，通互这好朋友为着因来改变这个命运。然后，这咱来想看卖，咱伫这个台湾社会，咱的基督徒是少数，咱来面对着主流社会对咱用无共款的一个眼光咧，甲咱看咱的时阵，咱是毋是永远会当坚持这款的一个信念？咱来坚持这款信念的时阵。咱的确通讲，咱要找侪人，甲咱做伙来坐倒，做伙来改变每一个人的一个命运，互因会当来就近耶稣基督。那咧煞接，咱就继续来看这段圣经节。耶稣基督看见因的信，甲这个半身不遂的这个变遂讲，
少年人哦，那古早是讲细囝，你会做赦免啊。少年人啊，你得到一个赦免。伫圣经学者拢认为讲，即个少年人因为少年，伊的一个身躯顶面的功能是无任的问题，但是呢，因为伊失去勇气啊，心理上的一个脱盖，失去勇气，所以徛袂起来。另外，咱想看觅咧，是毋是足侪时阵，咱嘛失去勇气，毋敢面对头前的挑战的时阵，就互咱真做是心灵上迄款的一个变碎的人，咱徛袂起来啊。总是耶稣基督伫遮咧讲对人的一个赦免，因为对你的一个赦免，通互你会当一边勇敢起来行。即款对人的赦免，嘛的确是真做咱今仔日台湾社会上需要。啊，最近咱也伫网络顶面拢咧看啥物？看讲吼百米之乱，哦，就开始调查，讲无听迄个店家举手一个，无你听学生举手一个，其实互咱看见一个问题，拢造成讲即个社会哪来哪侪无彼此赦免，无彼此好款待，大家造成真大一个对立。今仔主要所基督咧甲咱讲，少年人、细囝，你的罪得到赦免啦。咱毋是真渴望得到别人一个赦免吗？得到迄款的赦免，咱通勇敢来向前行。咱就通直接看见，讲迄个袂当行吼，就亲像主耶稣基督讲，我甲你医治吼，迄小可代志，我要互你知影道理。你袂当行吼，不过是外面的一个症状尔，是你内心有迄款颠破的一个罪，才是主要的原因呐。即咱通想起着讲吼，电视有一个广告嘛吼，电视广告啥？讲吼，阿嬷骹麻，无法度行嘛。你来看电视广告，阿嬷伊骹麻，伊个吼肌肉敢有问题，骨头敢有问题，无啊。但是是安那伊个问题，结果广告是要广告啥？请你来食叉叉宁嘛吼，表示是你肺路才会通。所以阿嬷骹麻是因为肺路袂通，咱行袂起嘛是因为啥？你的心肝内有迄款哦。骨头袂开啦，感谢主，互咱今仔日看到，讲你的骨要得到一个头棒，咱敢是真渴望期待，咱就是得到赦免的一群人嘛。咱嘛渴望讲透过这，咱帮助咱的兄弟姊妹，甲咱做伙得到赦免。伫20世纪一个真出名的特殊教育的学者 Helen Keller， 这个 Helen Keller 就是因为伊得到侪好朋友。Helen Keller 出世的时阵，无法度听见，无法度看见，嘛无法度讲话。但是一开始，伊的家庭、伊的爸爸、伊的妈妈，真做伊上好的朋友，对伊无放弃。然后咧，甲伊送到特殊教育的学校，伊阁得到一个老师苏利文对伊一个好款待。所以到伫后来，伊真做是一个真杰出的一个特殊教育的学者，因为帮助侪甲伊共款，无法度听见。也是无法度讲话的人，也会当得到真大一个改变。所以，这个Helen Keller伊咧讲一句话，讲信心就是咱命运的主宰。弟兄姊妹，今仔日咱嘛共款，咱真做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咱真做是伊所疼惜儿女的时阵，咱要透过着信心，真做是咱命运的主宰。咱会当得到大大的一个赦免。所以，伫雅各书第5章15节、16节。帮咱今仔日这段圣经，在做一个真好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咧，甲咱讲有神的祈祷，要救破病的人，神的祈祷，咱彼此来代祷，主要互伊起来，伊若有罪，要赦免伊，恁着三体认罪，三体祈祷，通得到医好。义人祈祷，伊的力量有大功效。这互咱看见，这个是真好的一个帮助。伫社会学内面有一个观念，伊咧讲，用一个人的宗教行为的改变吼，往往是靠朋友较紧赢过，讲伊家己本身伫遐咧看迄个经册啦。咱用一个较简单的概念来讲，就是讲，如果咱中间有一位未信者，一位无道友，伊若礼拜一吼接到相连教会某一个兄弟。就甲伊点，甲伊赖者，甲伊传一个圣经，甲伊讲你囡仔好无？拜二去菜市仔买菜时阵嘛，拄着一位姊妹，嘛是相连教会的会友，
啊，拜三、拜四、拜五、拜六，逐工伊目睭看着，咱拢双连教会会友。我甲你讲，伊若礼拜日无来做礼拜安尼绝对毋是伊的问题，是咱双连教会的问题表示啥？人需要这朋友环境对伊会当有真好一个支持甲改变。伫咱最近这几年中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直咧强调讲一领一心陪家。我看这段圣经资料的时候，发现讲有当时一领一心陪家大头伤重，一个要爱一个有较艰苦一丝啊。无安尼，咱改变一个方式，咱有4个人，就愿意邀请一位好朋友来伫咱的中间，对伊有所帮助。我相信这效果可能原来袂歹所以今仔日，我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嘛要搁一遍来甲大家讲这个文字的时间，就亲像咧成做咱人生的好朋友同款。透过这文字时间，咱会当生命得到一款的真大一个改变。首先，咱来看文字，就亲像迄个谱啊，亲像迄个担架。人倒伫顶面的时阵，虽然伊还未得到医好，不过呢，伊会当得到一个平安。伊会一款放下，伊会讲有一款喜乐的一个感受。所以伫每一礼拜，台湾教会广播社，阮拢发行超过10万份以上的敬心周刊。这个敬心周刊其实足简单的，只不过是每一个人伊领受伊的见证，会将伊写落来，迄拢是真实的一个故事。透过这个故事，咱咧看见的时阵，咱嘛通得到一款的一个平安。第2个部分，我要讲文字是亲像朋友，因为文字会当对咱大大的一个支持啦。咱透过着看侪人伊安怎受到圣神感动，伊所做出来的代志，其实这个代志特别成做咱的一个支持。所以伫这几年中间，我要特别向大家做一个报告。教会广播社。阮咧发行这个美好卡遮的一个绘本，用真简单的绘本，大人嘛通看，囡仔嘛通看，做伙来看到侪宣教书也好，也是伫本土咱领受到圣神的感动，伊做真侪，遐个真做是咱的模范，嘛帮助伫遐真逐所在因有需要有欠缺的人，伫遐咧甲因做好朋友。所以文字就亲像朋友，咱看到迄个时阵，咱会当得到一个真大的支持甲安慰。然后呢，阮最近嘛一直咧鼓励着兄弟姊妹，当阮咧发行这个美好卡遮这个绘本的时阵，嘛邀请人咱做伙你若会当的时阵，咱来奉献帮助，遐个较偏远的教会也好，也是图书馆，拢互这个册会当进到在教会图书馆内面，每一个人拢会当伫遐来看。所以这是阮目前所咧做，嘛真希望双连教会会当来支持这款的一个运动。第3个部分，文字真做是朋友，因为文字要记载耶稣基督的道理，文字记载耶稣基督道理，互咱会当搁一遍体会到迄个下面咱会当得到丰盛甲喜乐。我真鼓励大家来看。路加福音书19章内面迄个记述，路加福音书19章内面记载着一个偷税偷香的偷人啦这个专门咧讲偷税金的一个偷人。这个偷人伊叫啥物名？伊叫撒该。虽然伊偷税偷甲真好嘢，但是侪人看到伊就是淡仔配谈配烂，讲这该做朋友有啥物好诶？伊无朋友。总是呢，路加福音书19章咧写讲主耶稣基督主动邀请伊讲，撒该，你紧落来。今仔日我要入你的家。哎呀，撒该得到真大一个感动，是哪有人要做我的朋友啦？因为主耶稣基督要做我的朋友呢，伊看见到我心内迄款的一个痛苦，所以撒该伊来讲一句什么话？伊做一个什么款的决定？伊讲我的财产的一半要来互这送香的人，然后呢，我若冤人的我有共欺骗一杯要行4杯啦。你甲算叠的这撒该破产呢？破产无要紧，伊得到下面，伊感觉迄款的丰盛甲喜乐，所以通互咱看见文字所记载
这耶稣基督，互咱真感动，特别是伊基督的道理，咱会当得到赦免，而且咱会得到丰盛甲喜乐。这真做是文字的一个工作。而且我来做一个这工商服务广告的时间啦伫几工前，台湾教会广播社，阮有发行一个新的一个文化创意的一个商品阮做一个拼图。啥要做这个拼图呢？因为7月12日是咱台湾发行第一份报纸的纪念日，伫1885年。要透过发行报纸，绝对要有印刷机啊！这个印刷机呢，就是巴克的牧师伊参几位好朋友做伙甲伊组成，然后要发行的报纸，嘛毋是巴克的牧师家己一个人。原来是几位好朋友伫遐不管是检字啊还是在排版，所以会当发行报纸。咱若伫这几工前7月11、12的时阵，你通看《自由时报》，这真做是全国艺文版，就咧讲起着教会广播社发行这个拼图。所以阮真望讲咱嘛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帮巴克利博士来拼组印刷机啦。我相信咱若咧拼图的时阵真少时阵是咱家己一个人，一定是几个好朋友做伙去做伙，我做伙咱做伙伫遐拼图。所以透过这款拼图，同心出力，咱来彼此真做对方的一个好朋友，会当引带更较侪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头前。伫上头尾头拄我讲起着讲安倍晋三伊咧讲，伊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今仔日我这字嘛要小可改一下台湾教会公报社有事就是双连教会有事真感谢主伫过去咱的蔡正德牧师真做台湾教会公报社的董事长，显然毋是讲伊任期就到董事长的任期到，阮是足望讲伊当继续真做阮的董事长伊是一个真好一个牧师帮助教会公报社去做做，所以今仔日来到这双连教会我拢感觉讲这是我的主场优势啥？因为我要讲台湾教会公报有事就是双连教会有事，咱做伙来经营这份文字事工，互这个文字事工会当真做正人的帮助，真做一个福音的一个出口。搁一遍感谢双连教会恁长期以来对阮的一个支持关心。伫咱祈祷了，我有一段短短影片请咱做伙来欣赏，通更加了解目前教会广播社阮所咧做的做事工。愿主赐予咱大家，咱做伙来祈祷。听谈的主献上阮的感谢，主，你互阮人生毋是孤单家己咧行，是常常你有差派做天使，真做是阮的好朋友，对阮信心鼓舞，对阮当快乐，当悲伤，也对阮付出着因的心力。主，阮为着这个来大大献上阮的感谢，也愿你这个时阵，搁一遍互阮伫圣神感动下面，阮也立志要真做别人的好朋友，要带因来到你的面头前，得到主你亲自对阮讲。细囝，你的罪赦免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圣经顶面记载，有一个变碎的有死的好朋友，跟伊来就近耶稣。耶稣看见因的信，就对变碎的讲：细囝，你的罪赦免了。的确，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台湾教会广播社长期以来，透过着文字。透过着刊物，透过着出版，也透过着侪文化创意的商品，一直咧扮演着真做每一位兄弟姊妹心灵送向要得到平安，或者是信仰起造的好朋友。今年伫全世界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人工智慧的进展，互真侪人感觉真惊吓。若像电脑已经要取代人会通做的代志，电脑拢有法度做到。但是事实上，这个电脑后壁的这个文字并无消失。
台湾教会广播产生这优质的内容，探讨教会议题，这拢是电脑无法度取代的。台湾教会广播长期以来，希望互读者有更较好的体验，所以对3712期开始，教会广播要全面换做大二版，互大家咧读的时阵，有更较好的体验。甚至教会广播嘛期待会当有新的改版，包括母语包括一个教会新闻议题，互咱正兄弟姊妹拢会使伫这份报纸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对广播社会读到遐个社论，我特别会读，就会感觉因的看见有当时我家己无看见，我会足感动，因为我遮老要搁去对读。拢对广播社的教会广播，读到遐个神学家，也是讲遮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解说神学家的资料。我嘛知影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有做的人总是伫上帝内面。我要成做一个好的牧师来见证上帝的话，拢无倒退、无灰心。我无论拄着枵饿，还是富足，我拢留恋；无论是食饱，还是枵，我拢总留恋。踮伫迄个小事快乐的上帝内面，伊逐项都拢会。这一次冬令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公报社他捐赠了30多、40多本，那他们愿意全然的奉献，所以其实我是看到说。这么有心，还有这些做写作家，还有这些画图的这些绘本的，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那种无私的奉献。其实他们是很快乐。我是因为神爱我，神爱我们，而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们。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感谢主，也感谢。咱众兄弟姊妹，恁对阮的关心，对阮的带导，对阮奉献，互阮的确会当哪做哪好。而且要来邀请大家继续成做广播社的好朋友，来补缴阮每一年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愿主赐予咱大家，也愿咱成做彼此的祝福。多谢。